有发现炉灶呢，灶台呢，然后那个里面还有不同高度的洞呢，还是可以出来哦。看到远处有光，然后一直走，原来那个就是洞口。有拍两个洞口出来了，一个高一个低，那个叫洞道了，山洞的洞，道路的道，洞道。在里面走的咯，走的气喘吁吁的呢。拍这个影片也很辛苦呢，有未知的危险呢，还有怕那个里面有毒气耶，或者是毒的动物啊。